那个是2018年在嘉义太保参观台湾灯会，在宗教区看到藏传佛教有大佛像，会吉祥大佛。念的那个是观世音菩萨6字大明咒，Om Mani Padme Hum。现场有那个蒙古包那个建筑物里面有展览舍利子呢，有佛陀还有佛陀弟子的舍利子，还有一栋庄严的建筑里面有展览舍利子。会吉祥大活佛，那个佛像很大，那个会吉祥大活佛。